我最近咧都發覺我周不時個頭啦都會覺得好頭痕，同埋加上咧我察覺到我身邊有屋企人啦都已經有甩頭髮嘅症狀噶啦，所以咧就專門就上嚟發菜生，就想睇一睇我而家個頭嘅狀況係點樣樣，可唔可以方便話俾我聽而家到底係點啊？我見 Harry 你其實而家應該好細個啫喎，咁如果已經咧出現咗脫髮嘅問題咧，其實你要早啲關注，唔好拖。你可以睇一睇，望下頭殼頂嘅位置，其實已經有輕微見肉嘅情況噶啦。咁不如咁啦，而家我幫你放大個頭皮睇一睇個情況，好冇？Henry， 你個頭皮咧，頭髮嘅數量後邊最高峰有4條，頭頂嘅位置你見唔見到有部分毛孔得返1條或者2條，但係你係完全冇新頭髮嘅，咁所以呢個情況嘅話咧，已經係證明咗你係出現咗脫髮嘅情況噶啦。咁另外啦，你提到有頭痕嘅問題喎，好啦，我哋見到頭皮有紅腫嘅情況，油脂有灌倒嘅問題。當時我就決定要喺發菜生解決我嘅頭皮問題，因為我能夠感覺到 treatment 真係有效果嘅，專業嘅儀器再加上純中藥藥水，真係令我好有信心。脫髮同埋頭痕嘅問題已經改善咗好多，令我重拾自信。我知道黃生仲會有電台同埋不定期嘅講座，分享更多護髮嘅知識。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重拾自信，就快啲 inbox 佢哋了解更多啦。